重磅消息，無線報道內地出招救樓市，立即睇片。據報，內地計劃對個人住房貸款提供貼息，提振樓市。彭博引述知情人士報道，內地正係考慮新一輪支持樓市措施，以避免持續低迷嘅樓市影響到金融系統穩定性。報道指，住建部等多個部門正係衡量多個選項，當中包括全國性對新增個人住房貸款提供貼息。其他研究嘅措施包括提高房貸供款人嘅個人所得稅扣減，以及降低住房交易契稅等等。簡單嚟講，根據彭博社嘅消息，中央正在推進新一輪嘅救市設施，包括房貸利息補貼、提高扣稅額、減少交易稅等等。其中房貸貼息就可以話係最厲害嘅一招啦。每1% 嘅利息補貼就等於房價成本直接減咗20%。呢個政策專門係針對目前利息不變但樓市依然低迷嘅情況。消息一出，多間內地房企股價即刻暴升。連中國銀行類似呢啲咁嘅大型銀行股都升，可見市場對呢個政策係幾有信心。參考現在內地消費同埋賣車貸款嘅標準，預計利息補貼大約會係1% 左右。不過按照以往嘅做法，好可能會適用於新申請嘅貸款，甚至只限於買新樓嘅貸款。如果實現到，依家平均3厘嘅房貸有望跌到2厘左右，加上明年預計會有輕微減息，新申請嘅房貸利率有望會見到1.8至到1.6厘。以一線城市平均租金回報1.8厘嚟計算，現時真係可以做到以租金抵供樓。2、3線城市更加有可能租金多過供樓啊！如果呢個情況出現，我相信會吸引大量嘅人入市買樓。同大家計下條數，假設你買起層100萬嘅內地樓，俾15萬首期，借錢85萬，原本3厘嘅利息，供30年，供咗129萬。但如果利息補貼一出，利率降到1.8厘，同樣供30年嘅樓，最終你供咗110萬啫，利息足慳咗19萬啊！等於100萬層樓平咗19萬喎，你話吸唔吸引啊？呢個政策唔係直接減樓價，而係實在咁降低買樓嘅成本。對於樓市嚟講，呢個政策有2大影響：第一，會吸引一啲新買家入市；第二，現有業主可能見自己利息偏高，會賣咗自己層舊樓去換新樓，新樓會成交多，價錢穩；二手樓就成交多，價錢跌。至於樓價能否回升，就要睇返每個城市同區域嘅基本條件。有啲人口持續增長嘅城市同埋區域，我個人認為已經跌得太多。以上就係今次節目嘅全部內容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意見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